歡迎收睇《烽火台》，我係陳永輝。嗱，今日請到兩位討論時事熱話，包括係陳宇勇同埋宋偉傑。嗱，最近澳門的士行業咧有變動喎，咁俗稱咧藍的嘅100架特別的士啦，服務已經退咗場㗎啦。咁200架紅的咧，仲係繼續提供服務嘅。咁另外啦，政府較早前咧亦都係以免公開競投嘅方式，直接向2023年開展嘅的士牌照競投當中，兩間標書唔被接納，喺上訴司法程序當中獲勝訴嘅兩間公司啦，係發出兩個合共100架的士。嗱，睇翻當局嘅統計數據啦，本澳喺2021年嘅時候啦，第二季最高峰嘅時候咧，係有1800幾架的士咧係營運緊嘅。咁到今年嘅第二季咧，就剩低1500幾架。嗱，我哋先睇下坊間點睇而家嘅的士服務。藍的架的士巡照期限已經屆滿，100部藍的唔再提供服務。交通事務局正積極開展新一輪的士巡照公開競投程序嘅準備工作。市民覺得本澳嘅的士服務點樣呢？平時截好多時去 call 佢冇車啊，咁要等幾耐咁，即係其實都平時都已經好難 call 到。咁你覺得依家喺市面嘅的士啦，如果就咁截街邊嗰啲的士嘅話，難唔難截啊？難㗎，不過我哋通常都係搭巴士，因為我哋熟路啊。咁但係啲城外啲遊客真係，我覺得佢哋有陣時截的士截得好辛苦咯。咁你覺得對於即係依家整體嘅的士服務嚟講，有改善㗎啦，其實有改善嘅。覺得邊啲地方有改善？起碼啲態度好啲啦，有啲會乾淨啲啦，咁係好嘅，其實係好嘅，有管理係好嘅，但係有啲嘢可能需要政府咁多指路，佢哋應該咁多數據，佢哋應該比我哋更清楚咯。都難嘅，同埋有時可能佢唔多停車咁樣咯，又或者係去得近，可能有啲面積睇下咁樣咯，係啊。的士佢增加都係咁噶啦，希望佢開放嗰啲電召嗰啲更多嗰啲網約車平台咁樣咯。係冇咁方便，因為喺內地嗰方面用個手機撳幾下就等架車自己上個門㗎。咁呢邊都係要去個定點嘅地方，好似係佢就之後先等車。因為其實依家澳門咧有啲的士服務啦，都可以喺一啲平台上面度使用啦。即係覺得會唔會話可能喺口岸啊，又或者係啲旅客成日去嘅地方啊，啲比較熱門嘅景點啊，即係可以加強宣傳翻呢個方面。有必要，我覺得關口嗰邊更加有必要，因為一過嚟就見到嘅話，我哋就可以知道有呢個一樣嘢，就方便咗我哋啦，可以。自己今次嚟啦，其實出行嘅時候主要係用啲咩方式啊？真係喺澳門裏面，真係多數都係應該坐巴士啊。實在唔方便嘅話，因為帶住小朋友嘅話，就可能會打的。有選擇睇到時情況啊，實際情況。係啊，即係多啲推廣嗰啲網約車嗰啲 Apps 嘅話咯，就係咁。即係覺得可能喺啲口岸啊，又或者係啲旅客會經過嘅地方啊，即係可以加多啲呢啲宣傳。係呢個加多宣傳啦，或者係有陣時你知過咗關啲信息其實好多㗎，咁啊喺微信度，而家即係 WhatsApp 嘅話，即係推嘅話比較會好啲啦。咁啊一推嘅話嚟到嘅話就見到有啲車嘅預約車嘅平台嘅話，可以點入去預約，就咁樣咁啊大家都清楚。係啦，睇完居民點講啊，同阿陳宇勇傾下先啦。頭先其實提到話，即係藍的100架退咗場，咁藍的100架退咗場之後計翻條數，即係而家得翻1400架的士咁上下。冇錯。係啦，咁但係咁啱得咁巧，即係可能下半年，即係大家知澳門係一個好多叫做盛事係啦盛事嘅時候啦，咁樣其實點樣去做好而家一啲叫做可能旅客居民出行？首先呢一個藍的嘅100架退場啦，咁其實主要係因為佢9月30號已經係到期啦。咁藍的到咗期之後，其實我哋現時電召總共有300架啦，咁冇咗100架之後，其實現時得翻紅的嘅200架。咁紅的嘅200架，換言之，我哋依家電召去的士係更加困難咗。咁現時政府個做法就係將以前 DQ 咗嗰兩間重新派翻100架嘅牌照俾佢哋，咁呢個做法咧亦都係可以加快到呢一個彌補翻呢個空缺啦。咁另外亦都係帶出一啲嘅問題。咁類似我哋依家嘅電召其實係點先為之係足夠咧？因為哪怕我將來係俾咗100架新嘅
俾嘅新嘅運營公司。咁新嘅運營公司佢將來佢做法，佢係會重新要去起隻 app 出嚟啊，定係要配合翻融入翻本身紅的共用一個平台啊，定係佢可以加入一啲嘅本身我哋一啲嘅地圖軟件入邊去進行一個俾市民去召喚啊。咁其實相應一啲問題，我相信會慢慢浮現到出嚟。咁另外一個亦都係之前審計署亦都出咗份報告啦，關於電召的士方面。咁我相信隨住呢個電召的士，我哋將來2026年之後亦都會進行一個新嘅招標啦。咁我相信呢啲亦都為我哋將來一啲電召的士提供咗一啲新嘅方向。咁當然呢個新嘅方向係更加強化翻佢嘅監管啦。咁另外我哋都睇過今次呢一個的士服務方面嘅一啲資訊嘅檢討之後，我哋都見到咁其實的士方面，我哋依家哪怕我哋有電召啦，咁其實我哋市民好似啱啱片入邊亦都反映到，我哋依家依然都係搭車難。咁特別係一啲需要一啲殘障服務方面嘅的士咧，其實係更加難。我哋有時喺電台上面都收到唔少呢方面嘅資訊。咁換言之，我哋將來喺一啲新嘅的士競標上面，其實一方面我哋亦都要加翻一個數量嘅彌補啦，另外一方面我哋都需要對一個服務進行一個更加嚴謹嘅少少監管。咁呢個嚴謹嘅監管，我相信除咗係喺文字上邊嘅描述，我相信亦都要更加以實際嘅情況去出發。因為好多時我哋見呢一個電召公司，佢之前亦都出咗一啲新聞資訊話可能電召呢一方面亦都未必趕得切澳門本身市場變化同埋本身呢一個世界一個潮流啦。咁我哋都再睇翻啦。咁其實如果電召唔適合，咁到底邊一樣嘅的士服務先適合澳門呢？會唔會係需要引入翻以前我哋大家討論開嘅網約車？因為電召其實我哋個召喚嘅方法主要係透過Apps 啦，同埋一個打電話上呢個 call 台上面去做呢個的士嘅召喚服務啦。咁如果我哋轉翻網約車，換言之，我哋冇咗呢一個打電話電召呢個功能嘅時候，咁其實呢一個係咪亦都可以滿足到現時大部分市民需要？咁哪怕如果我哋將來真係要保留電話呢個功能嘅時候，咁呢個電話呢個功能係咪亦都可以將佢當成一個外判嘅服務，就唔需要一定係每一間公司都要有自己一個電召台，咁可能融入翻可能我哋黑的啊、紅的啊、藍的啊，或者將來其他嘅唔同顏色嘅的啊，都可以共用一個台嘅時候，咁呢個亦都可以強化翻本身市民一個服務嘅體驗咯。咁我覺得其實我哋將來的士嘅競投或者係新嘅牌子嘅批給咧，其實需要諗嘅方面係需要更加多啊。嗱咁講翻話，即係啱啱講網約車啦，咁我哋稍後再討論呢個議題。咁藍的嗰本身就係即係可能喺我哋即係政府設計呢一個叫做服務嘅時候，其實都有講到一樣，即係可能話想喺啲叫做啲針對啲弱勢群體啊等等嘅服務方面，即係可能做多啲着墨嘅。咁而家變咗喺呢叫做100部藍的退咗場之後，會變咗喺針對呢啲特殊人群嗰個服務方面會再即係個問題會再大嘅，係咪？的確會更加緊張嘅，因為我哋現時如果我哋係一啲弱勢群體或者係一啲殘障人士需要用一啲服務嘅時候，我哋可以選擇電召啦，或者係我哋有啲社團會提供一啲嘅車載嘅服務。咁呢啲車載本身亦都可以滿足到一定嘅需求。但係如果呢個電召退場咗之後，其實呢一個空缺咧，我覺得喺短期間其實係難以彌補。咁難以彌補嘅情況下，長期都有呢個需要嘅時候，咁我覺得政府亦都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出發。我哋可唔可以強化翻社團喺呢方面嘅服務？咁強化翻就係可能亦都車輛上面嘅資助啦，咁亦都係人員上面嘅資助。咁相應去配合翻澳門將來其實一個人口老化一個需求喺度。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可以點樣去解決翻呢一個殘障人士搭車難或者係老人家將來要一啲就醫啊或者係要出行嘅時候咧，佢哋冇一個好嘅一個交通工具嘅時候，的確係比較麻煩。頭先提到網約車問題啦，宋偉傑點睇呢個問題？就係因為其實見翻而家即係坊間都即係可能講翻，可能叫做有啲地圖軟件啦，啱啱提到係啦，地圖軟件其實都開始有呢個叫車嘅服務。咁其實未來嚟講話，我哋其實澳門有啲咩需要咧？我諗其實頭先提到好似地圖叫車呢啲咧，特別喺網約車上邊。我諗頭先提到啦，有嗰個因為而家好多時我哋都係靠用打電話或者用 Apps 呢個。咁但係其實我哋睇翻其實我哋以往過往政府個方向就係網約車呢個可能唔係咁喺規範上面可能管理得唔係咁好，就覺得認為呢個特別喺法例上面咧就定明咗呢個係唔得嘅。咁所以咧，而家我哋慢慢去演變為而家由呢個地圖去可以做到一個網約的士呢一種方式咧，我諗係可以再行前一啲。因為特別睇到我哋而家其實講緊鄰近地區又好，甚至乎一啲外國地方，我哋內地嘅地方都好咧，其實而家基本上網約車都係好盛行。咁特別我哋睇到就係
究竟呢個網約車係咪我哋以往我哋講緊網約車就冇監管咧？因為其實網約車以往嗰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有保險嘅問題啦，因為可能涉及你嘅本身你一個私營嘅車去作為一個營運嘅時候，咁究竟個保險上面會唔會可以保障得到一個乘客咧？咁呢個我諗呢個可能法律上面要修改，咁一定要涵蓋到佢。另一樣嘢就係至於嗰個監管上面，可能個人員嘅資格啊，或者佢嗰個守則啊，或者會唔會可能甚至乎一啲可能治安嘅隱患，咁其實亦都睇到一啲內地嘅地方都好啦。其實以往一啲網約車咧，其實都出過一啲問題嘅。咁亦都佢哋都將喺嗰個法律上面都係修改咗，可能啲規範啊監管上面。咁但係亦都頭先好似余勇興提到啦，本身而家我哋好多時喺嗰個法例上面咧，如果我哋好多時都用法例去規定一啲嘢嘅時候咧，究竟可唔可以跟住個時代去變咧？因為你如果下要修改法律嘅時候咧，可能都要經過可能最短你都1年半載嘅。咁你好多時咧要去修改嘅時候咧，就可能都會比較慢一啲。咁其實我哋本身我哋喺法律體系上面用，除咗法律之外，我哋會有一啲行政法規啊，將一啲去補充性去定一啲條文去修改。可能我哋而家呢一年嘅，可能我有個行政法規入邊去保障嗰個條文入邊咧規定咗係咁樣，咁可以有一個彈性去修改。咁因住個時代嘅唔同咗，或者個環境變化咗之後咧，我哋可以修改翻一啲。咁特別我哋提到而家其實好多時我哋見到喺外國又好啦，內地都好啦，其實所有嘅網約車嘅司機其實都係要攞牌嘅。唔係話我隨意我想去揸就揸，咁有啲規範上嘅要俾佢做得到。咁呢個其實同我諗下而家的士嘅考證制度咧，其實都係有相同之處。咁其實呢一個亦都可以喺嗰個特別喺網約車上面咧，而家喺嗰個頭先提到一啲平台一啲地圖嘅平台上面咧，其實基本上你嘅車可能嗰個路線咧，架車去過邊度啊，走去邊度啊，邊個司機用啊，其實呢啲其實都有一個可能叫做喺科技手段上面咧，可以提到一啲監管。我諗呢一個其實亦都可以保障到啲乘客安全。咁我諗在於我哋市民又好，遊客又好，我諗我哋最緊要考慮嘅問題就係我哋可唔可以用得到，方唔方便？因為其實而家確實好多時，我哋頭先睇到我哋的士嘅數量，而家可能同我哋叫做最高峰嘅時期嗰個數量都係有少。特別我哋講緊明年亦都會有一啲可能牌照亦都會到期，咁亦都會收翻。咁究竟我哋可唔可以應付到我哋澳門本身嘅需要咧？我諗呢個都係要考慮咯。嗱，兜翻少少講話即係數量嗰個問題啦。咁即係啱啱講到話，其實而家藍的退咗場之後，就得翻14架咁上下啦。嗱咁但係睇翻啦，即係當時都講過話，其實最高峰都有成1800咁上下啦。咁即係呢10年期間，即係呢10年都過1000架的士叫喺市面上營運。咁但係嗱，以前即係講緊話好叫的士數量叫做夠，即係唔好話夠啦，即係多嘅時候，其實好多居民都反映翻嘅就係話，即係可能坐的士係難嘅，都係難嘅。即係哪怕而家冇的士係難。有的士嘅時候都係難嘅，咁會唔會係即係可能係有啲司機可能集中喺某啲區域啊咁樣？咁未來點樣可以再引導翻啲的士司機，可能即係去翻多少少啲即係舊區啊，或者係啲市民旅客需要上車嘅區域咁樣？咁你話如果咧引導翻啲的士咧可以入翻舊區咧，我諗其實主要嘅問題其實都係因為塞車嘅問題，同埋一啲可能路面嘅情況嘅問題，令到啲司機唔願意去呢啲地方。因為其實講老實嗰啲的士司機佢哋都係叫做揾食賺錢嘅，咁佢都希望邊度有客我去邊度，亦都如果你冇理由話我去到嗰度排2個鐘頭隊，咁亦都冇必要。咁反而係令到我哋點樣優化翻我哋本身道路嗰個暢通情況，呢個先係最重要。因為好多時有啲其實我哋而家睇到有啲道路嘅設置上面咧，其實係應該要改善。特別可能有啲舊區咧，嗰個點樣可以令到一啲出車嘅位置可以容易啲啊？即係起碼唔會話讓街口讓得太多。點樣啲紅綠燈會唔會有啲地方停紅綠燈停得多或者甚至乎斑馬線嘅設置力方便到居民之餘，亦都要方便到駕駛者。因為你特別喺的士司機上面，佢本身就基本上開工嘅時間就喺個道路上邊。如果佢嗰個道路唔暢通，令到佢哋比較阻住佢哋揾食啊，真係老實講。咁你變咗我明明我走一程可能10分鐘就得啦，我走2程3程半個鐘，但問題我淨係走呢一程車程都要走1個鐘嘅，走半個鐘嘅，咁可能令到啲司機亦都唔願意去呢啲區域。咁其實我諗呢個本身係交通部門要點樣優化翻本身個道路嘅設置，令到嗰個駕駛者可以喺個道路上面個道路暢通，呢個先可以。咁當然我哋個道路本身就係咁長㗎啦。咁但係點樣可以有一啲設置上面，頭先我哋提到可能會唔會有啲街口嘅設置啊，一啲可能一啲交通燈嘅設置，點樣可以令到個車流可以暢順啲嘅？咁我諗呢一個應該要考慮多啲咯。好，呢一節風火台時間到呢度，下一次翻嚟繼續討論時事熱話。